月亮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那像这个活动中啊，提到有访谈跟那个导演的一个位置的，它是不同的观点。好，你导演化呈现的会有你的想法去呈现架构出来一个你的位置想法，以你这个故事架构去简洁去安排一些画面。好，那我们在呈现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方式，是尽量透过一种真的一个方式跟你所要拍摄的人物去做互动，让他自然的去讲出他所要表达的东西。好，所以这个会比较花很多时间，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拍摄。好，因为你不晓得他会讲什么，让你觉得很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出来。好，那你如果这个观点是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现在是很有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都这个是没有花了蛮多的时间，好，花了蛮多时间去跟当事人，好，那个影片里面去做不同的一个交流互动。好，那当然是这里面水就是怎么拍的。那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画面啊，是比较没有拍到的是陈栋老师他过世之后在殡仪馆，我们前2天就去了。那去了之后，我们那时候想说要把这集带过去，可是我们考虑到的是家属的心情，你突然拿一个机器去的时候，那种感受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当初就是去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我们另外有剧组是专门侧拍，那个师傅跟在画里面的画面，我们写的单送过去，然后放在银行那边，家属是很感动的。他跟我们在聊的时候，很自然的聊出，后来他讲的是那一天回去很坚持，还没出来，他坚持要参加这个画的一个活动。那甚至回去之后跟他老婆说，他要走了。当天的那一种感受，不是那样的感受，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。可是就是你不能太自主性的去强制要拍到这个东西。好，只是说这个是事后会有一点会很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出来，不然当下我们感受到那一种家属那一种，因为还在那种智商阶段那种悲伤的心情，讲出来是很感人的那种语气，那种感面，甚至他家里他妈妈、他女儿，好，就在旁边，然后一直讲他为了这样你问他什么呢？好，然后从他年纪什么，他讲很多，好，那当然就是这个画面就是由他后来他稍微用一种不同的心境来分享，他是为了这个使命来参与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剪接的方式，纪录片真的是花的是非常多的时间，而且要准备很多拍摄素材。我们之前有拍摄一个这个台湾女中的纪录片，台湾女中。他是从那个第一届2女中2高女，然后是老校女，好，老校女现在80、90岁了，然后我们访问了20-30位，本来是要访问他们100位，全部的台湾女中从最早那个毕业的到现在，可是因为年纪大，然后他们这样有人不怕变的，还有甚至已经回日本的，那有的是台北的，好，那我们访问到最高的101岁了。还很健康，很健康。好，那80、90岁的，好，比较年健康、很健康。然后场景也是都是他们家里去拍。那这里没办法预期他们能够讲什么，你只能够提出一些问题你想要了解拍摄到的问题，去跟他们做互动，去跟他们聊天，由他们口中去讲述他们以前所经历的事件。所以我们拍摄到他们从小时候开始求学。你看那时候，女生根本不许去念书的，好，那怎么去进入学校，然后怎么样去经历过日本教育，到现在讲的是那种的族群那种的认同，当初他们是认为那是日本，那经过2次大战之后，然后在日本投降，然后回日本回来，都经历过白色恐怖，对吗？他们有同学都去关了。有一个同学被枪毙的，所以由他们口中去谈到这些事件的时候，你会更发现到他们当初所经历的那种过程，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到的。
那你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，最近看到或是以前所接触到的一些关于这种记录的影片，或是电影，或是电视，或是新闻报道，你才能去感受到原来是真实的。你都会以为看到是系列性的，或是新闻报道的，所以真的是由他们亲身所经历过的。好，像那个康德拉他也是真的是亲眼看过的。好，头一张表是完全相比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努力架构这个东西。我们拍完到剪接完花了2年。今年才正式交给那个老小他们。好，那还有播出来。好，所以纪录片是真的是要花时间，那真的是你要先找对方向，找对你要拍的东西，之后不是锁定在他们都高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故事，从求学到日子在的教育对他们影响，然后到他们经历的很大的空袭哦，并做空袭哦，然后等于小各方面大，还有空袭被打，然后到国民政府拿2发，到他们现在。那其实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到现在50岁以后，家庭比较自由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压力的时候，每一个月固定一天，全部他们那一些的同学到现在也有40-50年，这个是我们最感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这个应该是要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动力，在一个动力。好，所以其实纪录片不是那么困难。哦，谢谢。感谢他们都导演，欧陈桥导演2位分享。那我们这次能够邀请2位导演跟我们范同学来个大合照，那我们就稍微请前面同学往后面靠，好不好？那么他起一个身，一个架。